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09年8月初被莫拉克洪台，甲台湾相接的是真正力，是台湾半世纪以来上界严重的水灾。当时南台湾做大水，山崩、地裂、桥断、厝倒、路未通，灾民伫个牧场的溪水甲土石流的威胁之下，惊险逃生。 包括高雄、屏东、台东甲家己的阿里山，拢是重灾区。其中高雄甲新的小南村上界凄惨，崩山、走山，甲规个砖头总淹去，参在地400多条的人命嘛总互请去。经过莫拉克的伤痛，经历10年来的艰苦重建，灾民即摆过了好无？华视新闻团队重回莫拉克的灾区。 咱要来探讨台湾到底为莫拉克学到啥呢？严个灾民，阁是安怎为悲痛当中站起来，展现上互人感动的生命力。10年，叫我的心有遮痛，路你过路好，我17年。 流了不少眼泪，但是我们选择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。我讲的，我每一天我都每一天。10年，我们都很努力让自己过得很好。 2009年8月，莫拉克洪台带着强大雨扫过台湾，敢若高雄5港路总共落超过2800米的雨量，造成桥断路毁，山区真侪所在失联。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土石流的威力相当惊人，像是山洪爆发一样哦，把这个大金村通往六龟的主要道路整个冲断了。 大雨造成大规模的崩山土石流，几百栋的厝被冲坏砍毁。高雄1、6区新开部落那马夏甲架线受灾上严重。 原本这个甲仙便桥已经完全被冲毁了，对岸17公里处就是小林村。连续几日天天气不好，空气直升机一直到8月7日才往秀南出发，也不看到的是规大片的黄土，砖仔头伫倒位根本看袂出来，拢有土石流砍去啊！最后，地震队员敢若救出40多个村民，山卡临时收容所内面近日调集电弹台家属一摆一摆失望。家里面还有2个小的，我阿嫂他们2个小的都在那边，不知道有没有安全。拜托你们，真的拜托你们去救救他们。 唔惊危险，冲向直升机，敢若想要转去小南找亲人。10年前，迄个互人流目屎的身影，10年后头一摆伫华视新闻独家出现。伊是45岁潘尚博，莫拉克夺走伊的爸母、因母甲2个囡仔，一家伙6个人天人永隔。小林村，一般一直进去里面的嘛，根本因遐拢唔知讲小南庄啊过济，你知无？ 结果因救出来，拢是6区迄边的啦，你知无？你也带阮入去一病，反正阮会使甲伊点破病，叫阮会使卖落死，因拢无爱啊。讲我最后决定，伊请讲吼，啊无去办请你，讲去卖无互阮的时阵，我请冲帮啊。这个平原有无森林啊？变森林去了看。这个平所在就是阮小林村。 处理倒位已经看无完，官方的数字，小南有381个人死亡，16个人失踪。验过全面的统计，至少有462人不幸罹难，沉睡在岘岛山坎。罹难者家属从此承受难忘的伤痛。唔是讲我厝的人啦，是指我所有内底小南庄的人，我是在做痛苦。 我也想着，我也是厝困袂去，我就请几个回到小南底，阮村庄里面，因拢我边啊，我家做我困。这个位置就是当年小林村的第90，而记得左后方的那一栋房子是附近当年最高的地方，落差差不多有2层楼这么高。不过在88风灾的时候，泥土冲刷下来，将附近全数掩埋，因此它成为现在仅存的一栋建筑物。回到小南原址，放弃的山谷已经无看到较早的翠林。
规片的土石仔顶拢是干网。10年过去啊，占培土地已经有发草加发树啊，看不出来伊较早是一个热热的美丽部落。如果可以再牺牲一次啦，然后我一条命我都换因全部转来，我甘愿换，知无？我用我上近的性命、上近的所在陪因过一生就好。我无爱搁有较好的就好啦，嘿啦。 我就感觉因拢还阁有我边安尼就好啊。有真侪像潘上无共款，伫外地烧那人转去，就近陪伴换不回的挚爱。因为对着当时走出来居民来讲，烧那已经是因不愿意回首的伤心地。烧那拢白地啊，拢土石流，拢白地啊。啊，你今仔有看72岁罗潘春美是当年被救出来的村民之一。 规半世人拢住伫小拿，也过灾难过了后，远离庄仔头，住伫26公里外的日光小拿社区，就是惊讲引起伤心的回应。阮弟弟是我讲，转来遐咁好，我讲无可能啊！我讲我要离开迄伤心的所在安尼啦。放来迄个路拢无看到阮小拿的厝，拢规个土石流。我就讲啊，我讲。 咱的亲人拢无了后，你若看到迄粒线放落，迄个疼，你都了解我讲我的心所智慧呢？你敢知？罗潘春美自己伙住伫小南地高林，爸爸风灾厝内有5个人幸运逃过土石流，不过因翁罗良通坚持冒险出门，叫厝边隔壁逃难，从此一去不回。为着厝内人，伊换这个家嘛渐渐啊行出伤痛。有成立一个舞团。 啊，我就顺利就加入买舞团啊，跳舞要互看讲啊，阮小拿人行出来安尼。经过风灾，小拿村民2010年成立台湾舞团，固定成员差不多有20人，为5岁囡仔到75岁阿公阿嬷拢有，大家用歌舞治疗失去家园甲至亲的痛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才有这个力量，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说我们失去那么多的亲人那种心痛。阿良问过我一句话。 你进来这边，你失去那么多的家人，那你在舞团里面有得到什么？然后我就回了阿亮一句话，就说：虽然我失去了父母，可是我找到更多的亲人。参加舞团，就像又回到我们以前小林村，感觉就是已经亲人都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样子。 舞团经营一段时间后，族人的心渐渐坚强，开始行出高雄巡回演出，甚至到日本311地动灾区义演，因伫舞台顶用歌声甲笑容为观众加油，回馈这几年来外界关怀甲协助。我觉得我们一直想要给别人看到的就是爱，别人给我们的爱，跟我们山上家人给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太祖给我们的爱，还有我们族人之间给的爱，我们把爱化成力量，然后去跟别人分享，然后去帮助别人。团员积极要复振部落的流行文化，到一个残缺的史料，找回一首一首失传的歌谣，重现小拿的精彩。无那过10年，台湾舞团的专辑入围第30届团艺金曲奖最佳传统音乐的专辑奖，更加特别有意义。来挽回。 如果想要更了解小林村大武龙族的传统文化，可以来参加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的小旅行，亲自来体验这些即将失传的记忆。小南村的基诺齐大人将竹啊破做一条一条变做长条形的鱼壳，较早拢是用这嚟掠鱼啊。竹尾啊之间有缝，会使片面掠到上细尾鱼啊，维持生态平衡，嘛是小南人传承久年的保育精神。处理扁头毛呢，你会晓无？
才知，还佫知，我佫用。包括羊角、石片灵、圆仔花甲鸡桂，拢是村民阿嬷为山顶摕来社区种的。较早秀娜村的族人伫祭典的时所伫的花环，即嘛是修理型的人气招牌。另外，部落妇女的赤绣镜甲星空服饰，大部拢做的传统刀庭甲服装。阮的社区会讲的，就是讲故事嘛，就是讲阮较早是安怎去卖花，伫遮中建了，来遮做一个社区。这个社区有故事好讲，所以人来就听故事，看阮的环境。所以阮是希望讲，甲环境做较好的，互人想要来阮遮佚佗。10年前，800风灾夺走秀娜400多条性命，村民被迫规个伙搬住住离山的所在。不变的是秀娜精神，村民七大目屎，悲伤深埋，拍拼过日子，经过10冬，一个一个灿烂的笑容中，展现秀娜人的险硬，甲逆境不屈服的生命力。这10年对一般人看来讲就是一般的10年，对我们来讲可能有50年这么久，因为我们这条路每一步都是这么的深刻。10年，我觉得我们感谢的人真的很多，我们已经走过来了啦。10年了，我们都很努力让自己过得很好。